Hello， 大家好啊！咁我係 Vincent，咁又到每個禮拜嘅 Vincent 周末清談啦。咁原本啊喺中國大陸咧個外賣市場咧就已經係俾美團同埋餓了麼咧係瓜分晒個市場好多年噶啦。咁今年咧就隨着京東物流嘅加入啦，大陸嘅外賣市場咧又再一次可以話係腥風血雨嘅，咁掀起咗一個好激烈嘅競爭。咁我哋今日就去講講呢單嘢。咁首先咧，我哋嚟講講京東咧，佢近排做咗咩嘢先啦？第一個就係佢喺原本嘅電商呢個 app 入邊咧，加咗一個功能，就係外賣功能，由此宣告咗就係加入大陸嘅外賣市場。第二個咧，京東咧佢係需要商家咧係要有實體店或者係有間餐廳先可以加入嘅，咁就同之前咧好唔同。之前咧就係只係需要你有一個食品工場或者係食品加工廠就已經可以加入嘅。咁京東呢一種改變咧，變相咧係提高咗外賣嘅時候嘅食品嘅質素嘅。呢一個咧擺明咧就京東想爭取就係外賣市場裏邊嘅高端市場。第三個就係京東外賣嘅騎手嘅福利會大幅上升，京東會為京東外賣嘅騎手購買5險1金，即係話呢啲騎手嘅退休同埋醫療係會有保障嘅。呢一個事實上會令到京東嘅運營成本較之其他兩個競爭對手咧會大幅上升嘅。大陸個外賣市場咧本身已經係好穩定啦，而且持續咗好多年。咁依家京東咧進入大陸嘅外賣市場咧，其實目的就係為咗增加流量嘅啫。由於咧現時中國大陸內地嘅電商咧已經係逐漸飽和㗎啦，其實好難以增加一啲嘅用戶。咁而外賣嘅新增嘅客量，亦都可以係為京東嘅其他業務帶來一個新嘅流量入口。今次咧為咗推廣京東嘅外賣業務，京東嘅創辦人劉強東先生親自落場去做騎手去送外賣。呢一個操作咧，網民咧紛紛喺唔同嘅平台去晒出劉強東嘅照片啦，同埋短片。呢一個唔單止賺取咗流量之餘，亦都為京東帶嚟咗一波好嘅名聲嘅。另一個，京東依家進入外賣呢個市場咧，亦都係近年來咧個政治阻力係最細嘅。大家都知道，依家中美鬥爭係好劇烈嘅，關稅戰亦都越演越烈。今年會有好多從事外貿嘅人士面臨一個失業問題。京東依家開始一個外賣嘅業務，既為呢啲人士提供咗一個新嘅就業機會，亦都可以幫京東呢個外賣團隊可以好迅速咁擴充佢哋嘅騎手嘅團隊嘅。咁當然啦，大家可能關心嘅就係京東進入外賣市場，咁對現有嘅市場嘅兩家究竟有咩影響？首先，對於外賣市場而家嘅王者美團，佢哋短期嘅市場佔有率應該係有所下降嘅。第二個，對於投資者嚟講，亦都可能會好重要，就係成個外賣市場呢個行業佢以後嘅運營成本可能會上升，因為京東咧依家率先咁為外賣騎手去購買5險1金，美團同餓了麼好大機會要被逼要跟嘅。咁如果同京東睇齊，亦都幫騎手去買5險1金嘅話咧，咁京東同餓了麼嘅營運成本就會上升㗎啦。呢啲增加嘅營運成本咧，咁我哋就要睇一睇會唔會長遠係侵蝕咗行業裏邊嘅盈利啦。參考翻咧就係古今中外嘅唔同品牌嘅競爭嘅歷史咧，其實都有類似過京東同美團呢啲咁嘅同業競爭嘅。但係經歷咗一番嘅競爭之後咧，我哋好多時候發覺佢哋可以共存到嘅，即係好似外國嘅百事可樂同可口可樂，中國大陸嘅冷氣入邊嘅美的同格力，涼茶入邊嘅加多寶同王老吉一樣。最後啊，有一樣嘢我反而咧想大家去關注下嘅，就係今次咧京東進入外賣市場咧係得到官方嘅傳媒嘅讚許嘅。咁我相信大家都仲記得，大概喺2020年前後啦，國內有一個政策就係話要規管資本嘅無序擴張。咁今次京東嘅跨行業嘅業務擴充，咁係咪代表咗呢一個管制資本無序擴張呢個政策係有一個微調呢？對於一啲有效嘅好嘅跨行業嘅擴張，政府唔單止唔會反對，仲會支持呢。咁呢個好值得我哋去關注。咁面對住咧就係中美嘅鬥爭越嚟越劇烈，咁關稅戰越演越烈。咁中國大陸咧今年咧有好多政策咧都出現咗好大嘅改變。咁我哋咧亦都會持續關注翻，同埋同大家去講解翻嘅。咁如果大家對相關嘅題材有興趣嘅話，咁記得點讚、分享同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啊。咁多謝晒。如果你都中意 Vincent 嘅片嘅話，就記得訂閱、讚好同留言啦。仲有記得分享出去俾朋友。下次見。